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Victor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產後同埋家長嘅情緒管理同埋自我關懷噶，希望大家喺育兒過程裏邊保持心理健康。首先講下啦，產後情緒管理對新手父母嚟講係好重要噶。生完小朋友無論係媽咪定係爹哋，都可能會經歷到一啲情緒波動噶，例如焦慮啦、疲倦啦，甚至乎抑鬱咁嘅情況。我哋第一步要做嘅就係先去了解同埋接受自己嘅情緒反應。我哋唔需要要求自己每一樣嘢都做到完美，允許自己有啲嘅情緒起伏，亦都係一種健康嘅表現。自我關懷亦都係維持良好情緒嘅關鍵。家長應該定期咁抽時間去照顧自己，例如進行一啲自己中意嘅活動啦、運動啦，又或者簡單做一啲放鬆嘅練習。即使時間有限，一啲簡單嘅自我關懷習慣啦，例如係每日抽幾分鐘時間做一啲嘅靜觀練習啦，或者一啲閱讀啊，都可以改善心理嘅健康質素噶。另外建立支持系統亦都非常重要噶。我哋可以同伴侶啦、家人啦或者朋友分享一下自己嘅感受，亦都可以減輕心理嘅壓力，同時間獲得寶貴嘅支持，甚至乎一啲嘅建議。如果需要，我哋可以尋求專業人士嘅協助，例如社工啦、輔導員等等。專業人士可以提供有效嘅應對策略，幫助我哋度過困難時期。最後，記住育兒係一個持續學習嘅旅程，唔需要一個人承擔晒所有責任噶。同其他家長交流經驗啦，或者參加啲親職管教訓練課程，其實都可以提供更加多嘅支持同埋資源，幫助你更好咁管理情緒，同時間提升自我關懷嘅能力。希望今日嘅分享對大家有啲啟發。